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個 channel 啊！今日咧我要去西門地下街。西門地下街咧就位於西門站嘅5號出口，喺2026年1月20號開幕嘅西門地下街。入去咯！果然係新起㗎，成個感覺都係非常非常新淨嘅。西門地下街呢度呢，以2次元、動漫、K-pop 同埋潮流文化等等為主題嘅，設有霓虹打卡點、一樂拉麵、唔同嘅動漫周邊店同埋扭蛋機。呢度一入嚟已經有一部卡拉 OK 機啦。一樂拉麵依家應該係同緊那魯陀合作啊，火影忍者。忍界之巔最熱拉麵，呢度係西門地下街嘅出口資訊圖，都有好多個出口嘅。呢度係一樂拉麵嘅入口，有 Sasuke 喺度，另一邊係那魯陀。呢度係星宇文創，喺動漫節我都有行嘅。星宇文創有代理好多唔同嘅 IP 啦，我的英雄學院。魔道祖師，隔離有元神，有一個好高嘅 Nagi。咒術迴戰，咒術迴戰嘅商品就放得比較多嘅。鋪頭嘅中間呢，就有啲卡包。有好多唔同嘅 figure，有怪獸8號同埋格卓高達，喺星宇文創出返嚟啦，繼續向前行。呢邊係 Gratis， 係動漫嘅咖啡店啊，都係會同各大 IP 合作嘅，咁就會有餅乾啊同埋飲品類。有進擊的巨人喎，2月7號至到2月22號啫。咦 Animax 冇開嘅？我想行啊，可能佢未有咁早開門。呢間係扭蛋總動員，呢度係扭蛋回收區，可以掉個扭蛋殼入去，可以投籃咁樣。台灣呢啲扭蛋嘅鋪頭呢，永遠都設計得好精緻。最知名嘅 IP 擺晒喺度啦，火影啊、鬼滅啊、咒術、鏈鋸人、好靚，呢幅雷鐵之花好靚啊！之前台灣電影院就有出特典嘅，我自己都有收集。Chikara，唔同 size 嘅海報框都可以選購啊，超專業。龍貓、千與千尋都有。原來說要拼，然後我就分。17 Pop-up Store in Taipei， 店裏面空間好大嘅。呢一間係美妝販賣機同埋拍攝機嘅鋪頭，叫美有辦法。呢一間係 Fanme， 應該都係賣明星相關周邊嘅鋪頭。Fans 粉粉，我有食過佢嘅咖啡啊，喺西門町，我記得有一間餐廳嘅。呢個鋼鍊嘅絨毛娃娃好得意啊！有非常多唔同嘅 IP，
丹丹丹啊，芙莉蓮啊。呢個空間睇嚟係一個可以練舞嘅地方啊，或者係舉行一啲特別嘅活動嘅時候可以用嘅，因為呢度係一個好大嘅方形空間。咁西門地下街呢度大致上就係咁樣啦，一條直路，慢慢行嘅話呢，大概15至20分鐘已經行晒㗎啦。鋪頭暫時就未算好多，人流都唔多嘅。動漫嘅嘢咧，暫時就比較少啊。餐廳都只係得一樂拉麵一間啫，反而 K-pop 潮流嘅嘢就有好幾間啦。賣明星周邊嘅，同埋有影相館。依家行翻嚟入口販賣機呢度，頭先因為好多人圍住啊，所以冇埋嚟睇。依家埋嚟仔細一睇呢，哇！原來佢全部都係印咗動漫嘅嘢喺上面㗎，好得意啊 ！Sanrio 都有，有咒術迴戰、怪獸八號、排燒、伊藤潤二都有。飲品嘅款式呢就冇得揀嘅，全部都係盲抽。呢度寫咗啦，隨機出貨，所以你係唔知道自己會撳到邊一隻口味，或者邊個印刷圖案嘅，連飲品都可以盲抽，非常有趣。咁西門地下街呢度就行晒啦，依家出發去台北地下街。